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2月1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中国快艇这个月14伫金门爬过界掠鱼，唔接受台湾海巡人员的检查，甲船驶走了后煞摒弃，造成2个人死亡。咱的海基会已经联络到船员的家属，最近会协助因为小三通来金门。那15是阁发现一只无准名、无证书、无登记的快艇，嘛爬过界来掠鱼。海巡人员是呼吁金门渔民最近较莫出海咧，也唔通爬过界，避免中国挑工找麻烦、起无空。金门海巡队用机械甲并船的快艇吊起来勘验，一只中国籍三无快艇，则是因为拒绝检查并船，船顶4个人落水，2个人死亡。海基会已经发公文予海协会，就已经联络到4名船员的家属。最近的协助队厦门经由小三通到金门，正也伫协调中。我们也联络到其中一个家属了。那红会这边，我们会来协助家属，就是说帮他办入境手续。来这边没有所有理会的话，就有国教会这边来帮他们做一个支付这样子。虽然这拄发生意外，也过金门钓鱼的人，伫15下晡，阁发现一只三无快艇来出现，也伫现场放鱼棒，敢若无伫惊。金门海巡人员16早起到区议会来会谈，因为烦恼讲对方会有报复性的行为，呼吁渔民最近出海注意唔通越界，避免发生无必要意外事件。惊讲这个大陆有这报复性的行为，所以讲交代讲渔会宣导这渔民，莫越界去作业，迄个莫伤害大陆这所在。金门渔民反映中国渔船近年来常常越界掠鱼，造成地方的困扰。也认为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禁止限制这些威胁，支持海巡执法。官方也未轻易来看越过。学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就此来发动新一波的法律战。两岸的一个传统渔权的历史那中国确实是希望透过这么模糊的说法来去创造未来对台湾进行各种片面的一些措施的一个准备啦。主审委员讲，南方单位执法过程并无不当，国台办这摆就地发挥，想要升官为政治的事件。金门县长陈福海对这个事件表达遗憾甲哀悼，希望开启金门厦门渔民生活议题来对谈，缓和紧张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一直想空想胖威胁咱台湾。最近，帛琉的总统惠恕仁就写批予美国的参议员，讲中国答应甲帛琉所有的饭店拢订好满，但年阁要投资美金2000万，不过条件是帛琉爱和台湾断交。咱国外交部表示，面对中国利用经济来施压，台湾会继续提供帛琉援助。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进前专工来台湾推动观光，帛琉总统惠恕仁甲台湾的关系密切，嘛伫国际上几啊届公开发言挺台湾。不过最近惠恕仁写予美国参议员的一张批函公开，内底讲到中国已经向帛琉提议，讲要预定所有帛琉饭店的房间，嘛保证讲每一年投资2000万的美金，伫帛琉营运2英亩块远端的人客服务中心，要使帛琉甲台湾断交。帛琉等小岛国家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困境，台湾感同身受，并持续提供帛琉协助。台湾向来支持帛琉发展观光，建立经济韧性及永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惠恕仁会写批予美国的参议员，是因为美国甲3个太平洋岛国帛琉、密克罗尼西亚、甲马绍尼群岛，在去年年底签署恢复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 （COFA）。不过需要的70亿的美金资金，还阁卡伫国会。惠恕仁伫批内底强调讲，这份协定一旦无成效，就予中共甲帛琉一寡有甲中国做生意的政治人物有操作的空间。台湾跟美国可以透过帛琉这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中共会希望透过不管是观光啦，或者是经济援助的方式啦，破坏美国在印太这一边的一个战略。学者分析，中国这个运用经济手段僫台湾的邦交国，已经成功予所罗门、甲陆路、甲台湾断交。台湾伫南太平洋目前敢若剩3个友邦，帛琉11月份嘛举行大选，即马甲台湾的邦交，也阁有美中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加做南太平洋岛国选举关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台湾甲印度签 MOU， 确定要开放印度移工来台湾。咱
劳动部强调讲，先开始先小规模试办，才豆豆开放。开放的行业甲人数由咱台湾决定。那印度会照咱的需求训练移工。再来看自由时报，91大地震升长中型公路，地区高关到德基的路段拢长期未通，超过24年。但行政院是核定登起的可行性评估，打算要起变道，上紧2037年会当全面通车。来看联合报。囤房税2.0今年7月要施行，建商一档内无卖出去的厝，税率是2%；超过1年以上2年以内，税率是2.4%；超过5年者，税率上悬有4.8%。若伫全台湾，敢若有1间厝的税率是降到1%，这无包括好业的大厝体，大概有300万户受优惠。来看新北有一个跆拳道教练真不出轨，伊涉嫌伫道馆甲11个查某学生性侵，骹来手来，上细汉的敢若7岁尔。法院是认定这个教练犯案上百改，依照违反《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佮有刑法和未成年人性交拢总109条罪，甲伊判29年6个月。不少家长互囡仔练跆拳道保护家己。毋过，新北一个姓李的跆拳道教练涉嫌利用教学的机会，伫无共时间，甲道馆内底11个查某囡仔性侵甲威胁，上少岁是7岁。新北地方法院认定这个教练犯案超过100多改，伊违反《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还有刑法甲未成年性交等等，拢总109项罪，甲判29年6个月，还会当上诉。女性跆拳道教练利用指导儿童及少年学习跆拳道的机会，对高达11位之未满14岁女童为猥亵及性交行为，量处被告应执行有期徒刑29年6月。法院审酌他的犯行之后做出判断，我们这边当然是尊重了。检调查出前民国108年到111年，拢总有11个查某囡仔受害，受害者迄当阵的年岁为国小2年仔到高中3年仔的拢有。这个教练毋但伫道馆的便所等等的所在，甲查某囡仔性侵或者是威胁，甚至还佫诱拐查某囡仔翕到行道家的相片。深头起，这个教练是否认犯案，一直到这个相片互吹出来了后，伊才承认。日后联名表示，这是真典型的权势性骚扰。而且受害者要少岁，加害者一般会软的硬的拢来，主动受害者对外寻求协助。家长甲老师都要注意囡仔，若是行为或者是情绪有各样，可能就是警讯。可能会有这个觉得身体很脏，他不断的想要去洗澡、洗手，或者说他会抱怨他有莫名的疼痛，也或者在行为上他会对性这件事情可能超龄的或早熟的这样的兴趣，或者是极度的避免别人去碰触他的身体，就是2种极端过于不及的状况。日后联名建议学校利用机会教育，提醒学生强化自我保护的意识。若是拄到互伊感觉无爽快的行为，会当找会当信任的大人斗相共，阻断继续防骚扰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即阵有消息讲伊已经伫加甲过身，才到77岁。纳瓦尼是罗西亚总统普丁的目内刺，是上大的敌人。纳瓦尼自2001年被逮捕，后来送去西伯利亚的监狱接受酷刑。即阵罗西亚阁剩1个月就要大选啦，纳瓦尼煞伫即阵过往。联合国是呼吁爱公开调查。俄罗斯加甲单位16对外宣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伫狱中死亡，享年47岁。不少俄国民众听到这消息，到各都市的政治受害者纪念碑献花哀悼。Плачу немножко, жаль, очень. Ну, никто недоволен, все скорбят. Чем я себя успокоила, это мыслью о том, что если это правда и если о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мер. 纳瓦尼是总统普廷的头号政敌，也是上大间重点。伊控制抗议8月坐飞机遭到毒害，送去病院治疗。今年1月，当于俄罗斯一路飞机马上被抓，后来转去西伯利亚有吉德隆名声的严酷加价服刑。今日初爆出来的画面已经看到伊明显消散落马，即马伫俄国大选进行1个月死亡，引起议论。There is absolutely no doubt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t the highest authority level,
was involved in the poisoning. There is also no doubt that they were involved in his detention because they imprisoned him the moment he came back in Russia on very flimsy reason. 美国国领袖拢谴责这位普京应该对这代志负责，联合国是呼吁爱进行公开调查。Reports of his death, if they're true, and I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ey're not, Russian authorities are going to tell their own story. But make no mistake, Putin is responsible for Navalny's death. Putin is responsible. 俄罗斯情况组织表示，全国至少73人因为参加纳瓦尼的救命活动甲集会被拘留。俄国联邦高级管理局表示，纳瓦尼死因要搁等待调查。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饮料公司欧尚宣布，为3月初一开始，一寡商品会起价，平均起1成。其中330亩的欧尚沙士是起25%。另外，卤肉饭欧厂长也宣布，为今仔日开始，鸡腿便当等等的商品起5块，要反映加班计数和员工成本。冠增334cc 的欧尚沙士3月初开始卖鸡腿20起到25，调整幅度上大有25%。另外，像是粉 CNC 这系列起幅是1-2成。欧尚强调，因为原物料继续起价，为是决定加过去10年到20年来毋捌起价商品来起价。放伫油鼎用大火煎，一支酥酥脆脆、香广广的鸡腿就好啊。加青菜、甲灌肠这配料，这是火球顶的鸡腿便当。不过对16开始，鸡腿便当变贵啊，要135才吃得到。每个世界、各个地方都在涨价，如果5元而已，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火球长发声明讲，鸡排计销比去年同期起15%，经过审慎评估，决定加鸡腿便当加红糟豆乳腿排便当起5块。原物料高涨，还有就是人力薪资成本的攀升的双重因素，我们决定调涨2款便当的这个价格。唔那火球场起价，就连肯德基的青花椒香麻脆鸡这6款商品也起1块到7块。福盛庭招牌的猪排定时更加对195起到201，真侪品项是起10块到15块。台湾上午牛肉系列产品起5块到7块，外界关心，迄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起1.79%，你个是不是超过2%咧？今年的春节是在2月，所以相较于去年比较低的一个基期啦，那这有可能就是导致这个 CPI 年增率呢超过 2% 的原因之一。中间有笑，就算你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超过2%，央行应该拢会维持原本的利率。不过过年了后，也有商品无起价，反倒转落价。台北市两商工会宣布，17两价63块，批发价对每大斤52块，落到49块。若是买气继续无好，鸡卵无排除会阁落价。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有一间蚵仔食甲饱的餐厅，不过为15开始，就有10外的人客通报讲出现吐、骨漏，甚至是发烧的情形，可能是食物中毒。屏东县卫生局接到通报去餐厅稽查，要求业者停业3日做消毒。另外，嘛有35个民众打电话给卫生局，反映讲因的身体有无爽快情形。这个介清气的蚵仔丸汤呢，你要看。屏东东港发生好亲像食物中毒的这间食甲饱餐厅，10日停止营业。员工伫餐厅内底加库存有靠青蚵仔北条，业者是大声发言讲，青蚵仔拢是家己当朝迄天现送的。等于我检查看看是蚵仔问题。如果蚵仔无问题，就是因个人的问题啊，体质的问题啊，对不对？就是因个人若食过量嘛会啦，你食生食啊会啦，还无适。入来社会的民众，为15开始，10外人陆续出现食物中毒的镜头，包含2个有新的负责人，其中一个后礼拜就要生产了。我们10几个就开始上吐下泻，然后还有发烧的，其中也有包含我有2个孕妇跟小孩，也都一样是上吐下泻的状况。正月初是亲朋好友20人用餐，伫食的时阵有发现青蚵仔有白糖，也是臭气的情形。甲头家反映，敢若讲可能有1-2粒歹去。不过亲朋好友连续有身体无拄好，上网路查餐厅评论，发现还有其他民众吐骨漏。以勒令业者停业清消3天，截至目前，本局已接获食品中毒通报之案件人数为13人，另有民众来电反映食用后不适的有35人，目前已采集相关环境及人体检体送验。
除了13个人通报食物中毒，也有35人反映身体无拄好。滨东县卫生局已经下令停业。经过调查，若是食物中毒的案件，会依照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同时提醒民众，食烘蚵仔一定爱烘蚵熟，避免引起胃肠不好。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大拿较早因为交通利便，戏园、旅社地点也是真多，娱乐事业是该发展。因为时代变化，才豆豆啊落济。即阵就在地人办讲座、市野和歌舞厅的表演秀，要来恢复过去的光景。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要带乡亲来看嘉义大拿新的活力。哦，这是以前的猪肉摊，很漂亮。侪侪民众会伫咧休困日去台湾各地市街庄仔头佚佗，各所在嘛有袂少在地人自愿来介绍故乡的特色。伫咧头前讲解讲明显，伊为10月当前就利用家己有闲的时间，亲像迄阵已经拍好20几档的万国戏院，当作是小旅行的基地。一个人我嘛带，3个人、10个人、100个人我嘛拢带安尼啦。所以就是安尼一直做。所以你看嘛，安尼切安尼算起来，我嘛。算起来嘛，过若清场咧。嘉义大拿地理交通利便，过去有真侪戏院、旅社、地点娱乐事业该发展。因为时代演变，煞渐渐没落，在地人就以这个元素来做推广，互强要衰微的所在开始有新的刺激甲变化。老一辈的人可能拢想讲，啊，你少年人拢是咧创啥，看拢无，啊，这做这敢有效？啊，毋过伊拢毋知影讲，即摆时代在变。啊，就是阮爱去做，毋才会知影讲，这有效啊无效啊。为着要互一般人更较熟悉大拿，在地青年打造自媒体来行销宣传，地方的先辈嘛真支持，鼓励因而且生活正经，发展事业。咱家着住伫遮，咱就知影这个所在无偌好啊，咱就知影这个所在问题足济啊。第二就甲你讲甲无，你只要留落，你继续做，你就有机会。机会是爱家己创造。无共的世代有无共款的光景，少年人留落来做伙打拼，才有机会改变故乡。而望你我拢好，大拿才会好。记者吴廷宇、林建如嘉义采访报道。最近高雄咧顶黄色阿米亚，写真侪游客去行搭。不过，都有民众发现讲，这轻铁车厢内底广播，不管是讲台语还是客语，若是讲到轻铁这2个字，拢是念华语轻轨直接甲转过。高雄捷运公司表示，因认为“轻轨”这2个字是外来语，惊甲犯罪台语了后，大家听无，才会拢念华语。坐轻铁来到公营码头站，大家拢要落车要看黄色鸭。高雄捷运统计，这摆过年连假，轻铁总运量有52万外人。不过民众发现，伫轻铁车厢台语广播有掺华语。后一站，轻轨基清站。详细听台语的广播，若是听到轻铁煞变做华语的轻轨，民众也写批向高雄市政府反映讲，避免到轻铁这个台语词，以即期高雄市府为怎样无要采用？台语会当讲轻型电车，迄个国语会当叫轻轨。那个捷运一样啊，到站都会有不同的语言这样子。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可以用台语去讲，然后可能平常听久了，就大家也会习惯这个词这样。安尼若要甲人讲话，你沟通我是感觉你有哪较方便轻轨。你讲轻铁，你敢都唔捌听到。针对台语广播直接讲轻轨，民众也有无共看法。各个公司接到民众反映，这2天捌用全台语来播送。不过，这个全台语的广播测试到16中昼下晡就恢复原来广播，因是考虑到轻铁是外来语，但是用台语会惊有人听无。当初考量，系因轻轨一词属于外语翻译，因此在国台客3个广播发音之部分，均直接采用国语发音轻轨。自通车营运以来，并无造成旅客混淆或误解之情况。国际公司表示，经过这2天测试，公司目前也是决定要将轻铁拢念做华语，未来参考民众意见。记者钟义辉、屈昭勇高雄报道。亲像轻轨这款较新的外来语词，要安怎甲犯罪台语呢？有网友就针对新闻媒体和捷运的配音等等，甲整理出来。有人甲犯罪轻铁、轻便电车，嘛有照字读做轻轨，不止啊侪种。
有语言学家表示，面对新的技术，台语要有创造的能力，广办航代，才会当维持伊的生命力。高雄轻铁机场，高雄轻铁路，高雄轻型电车，高雄的轻轨，往淡海轻铁。高雄轻轨，感谢你的配合。这是网友针对轻轨的单语去做发音的收集。有人讲轻铁，也有人讲轻轨和轻便电车等等的讲法。但是高雄轻轨直接讲华语，在网络引起争议。语言学家刘成宪指出，轻铁的原文英语叫做 light rail， 所以一般会甲叫轻铁，可能是对铁轨路联想过来的。铁，我印象到就是铁轨路啦。因为这个车基本上嘛是行铁轨路的，虽然讲一般火车无共，不过想到这个铁轨路，那就变到讲较简性的，就变到轻铁。为着要表现一寡较新的技术，新北捷运和台北捷运表示，当初在制定台语发音的时，拢有请台语研究者来审查用法和配音。语言学家刘成宪认为，语言是活的，会对新事物的出现发展出新的用法和技术。台语就是需要一款的语言活力。有几个语言伊个活力无够，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针对新的事物伊定无法度接受，也是生产新的讲法。国家语言发展发展性就是要互本土语言的活力传承当继续，所以公部门像高雄捷运即款的单位，应该想的是安怎互新的事物嘛会当伫公共运输的方向内底会当表现，会当表达出来，毋是想讲我用华语转过就好。刘成宪认为，台语和世界上其他的语言拢共款，会当用来表达事事行行，安尼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发展。若准啥物新词，拢要用华语来代替，这对母语的推广、发展、强行拢毋是真好的做法，嘛无符合国家语言法的精神。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公视台语台3月初3要推出头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这出戏是改编台湾农民运动的先辈戴锦尧和好朋友创立桥头青年合作社，为民主、为农民打拼的故事。这盐水大饭店的盐水，不是地号名，是咧讲迄个年代，全家的政治犯拢是盐水交饭吃。这不是什么人会当去的呢？迄款所在你嘛敢去哦？啊是有便当通食无啦？这是公视台语台第一出时代剧《盐水大饭店》，剧本改编自台湾农民运动先辈戴锦尧少年时代和一群好朋友创立桥头青年合作社的故事，由张耀仁、蔡昌宪、黄德勇3个人主演。这出戏伫拜五开着映会，演员表示为着要甲台语的台词讲互自然，因下真济苦工去练习甲调整。咱的坐伫咧一个会议室内底，甲即个剧本一场一场，拢家读，嘿。一场戏开始调整，因为一寡剧本其实你理写出来，甲你真正要甲台语讲学足生活化，其实有淡薄困难。盐水大饭店改编戴锦尧在生的时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为农民争取权益的故事。这出电视剧是田文东和林静茹导演共同执导，因希望会当甲戴锦尧为着民主自由向维权政府抗争的精神传达给观众。看真侪国家拢发生真侪对反民主化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片上重要，嘛是上大的目标，就是就是伫讲民主力量对独裁迄种抗争、迄种对抗是非常重要，千万唔通袂记哩。导演田文东表示，民主侵华过程有当时进2步会退1步，这拢着靠一代一代的人去打拼。盐水大饭店这出电视剧会伫咧3月初3公视台语台播出，希望会当互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26度，中部地区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9度到20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